個城市真正危險嘅，從來唔係你見到嘅壞人，而係你每日照做，從來冇人同你講清楚後果嗰套系統。呢一集係地下秩序嘅最後一集，我唔會講啲咩震撼嘅句子，我只會做一件事，就係將從來冇被正式承認過嘅規則講清楚。首先，我想講地下秩序唔係犯罪，佢係當制度處理唔到現實，人自己發展出嚟嘅生存方式。你以為你係選擇，其實你只不過係被安排咗一條最少痛苦嘅路，而呢條路代價唔係即刻收嚟，係幾年之後先慢慢同你計數。大部分人唔係因為貪，而係因為佢哋冇條件承受長期嘅正確，所以佢哋接受短期嘅合理，行捷徑，揾漏洞，靠關係，每一步都好似好聰明，但係其實一步一步將自己鎖入一個冇退路嘅系統。地下秩序最危險嘅位唔係黑，而係將好多事合理化。當一件事開始變成大家都會咁做噶啦，唔做先係傻。呢一刻大家已經唔係選擇，而係俾人拖咗入一套你永遠反駁唔到嘅邏輯。喺呢度我想講一件事，如果冇人喺你作出選擇之前同你講清楚，呢個選擇會鎖死啲乜嘢，會失去咗啲乜嘢嘅退路，而你只會俾人推住嚟行。而真正嘅危險唔係你揀錯一次，而係你連自己係咪有得揀都唔知道。最後我想講，地下秩序係唔會消失，佢只會不停咁換個形狀同形式。唯一可以保護你嘅唔係清高，亦都唔係咩正義，而係你有冇能力去睇清楚代價先再行。呢個系列就會到呢度，規則已經講清楚，之後點行係由大家去承擔。